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，剩最后的5天，国选署张告候选人颜宽恒为伫南屯的招待所来会见，确认讲这个主体建筑占用着国有地42坪，已经请律师诉请法院拆除现地。 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颜宽恒到沙鹿的公庙去邮票，拄到郭文摕的爸母嘛来拜拜。 你毋是特别为着宽宏来徛台哦？我就甲你讲，毋是，你搁讲搁查问一摆，我就歹势啊咧。咱嘛是朋友呢。郭文摕爸母拜刷，甲颜宽恒做食中土顿，展现双方的交情。颜宽恒拍选战违建的问题会真正假，因兜伫南屯区丰树里的招待所，去年底和都法局判定是有152坪，建筑是违章，还未拆刷。今摆又搁和国有财产署中区分署考察了，认定讲招待所部分的建物占用着国有地。 4笔土地占用的面积总共是140平方公尺，大概是42坪左右。国产署判定严格招待所所占用的国有地分别是816之1、816之4，要152甲152之1有4笔，总面积140平方公尺，差不多42坪。国产署已经委任律师诉请法院，要求严格拆除现地。招待所的厝主也就是颜宽恒的小弟颜仁贤，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答应讲2礼拜后会拆。逼到国产署亲自去会勘，想要当中央级民意代表的人，应该有的这种政治道德操守都非常的有问题。林正义竞选团队的主委林佳良更加讲到，讲颜宽恒家族伫沙鹿龙井的厝，昨国产署去会勘的时，市府相关的人员无陪同，这个是替颜家用拖延战术，企图拖延到这个投票后，那就来不及让社会来了解真相。 针对违建，颜宽恒问讲，会勘的业务专员队使做啊，是安怎都爱国产署中区分署长亲身会勘。是合法租约，需要动到一个国产署分署长来亲自来会勘，这是不是一个政治操作？ 过5天就要投票啊！颜宽恒讲，当初决定参选，就知影讲会万事穿心，麻烦到讲违建的争议会影响选情，所以讲颜宽恒强调讲一切依法处理。